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胃癌。而这个癌症十大死亡原因是排第7位，每一年有2300人因为胃癌来死亡。而且这个胃癌的患者有少年化的趋势，上界主要是因为生活无正常，常常无眠、压力大，而且咖啡、烟、甲酒拢食过量，这拢会引发到胃病。啊，袂少人会食止痛药来止痛，但是这是治标无治本，长期落来，恐惊胃病就恶化做胃癌咯。胃好胀。胃痛即马变文明病啊！你感觉胃痛，你安怎处理？胃药咧。有的人就是食止痛药啊，但是常常互病况搁较严重，家己煞唔知。卫福部的统计，胃癌伫台湾癌症死亡当中排第7位，每一档2300人死亡，而且胃癌的患者愈来愈少年。台大病院2019年就收了一个胃癌的患者，才17岁。会着胃病，除了讲伤暗困、压力较大，啊，搁有食的问题。常吃一些烟酒、咖啡、茶这些病人，因为他长期的刺激会造成胃溃疡。那第二个是有在吃一些长期吃止痛药的病人，会着胃病和年岁嘛有关系。20-30岁的当然是以这个肠燥症最多。那40岁、50岁的话，大概是以胃溃疡、十二指肠这个比较常见。那到60岁以后的话，大概就是以大肠息肉或大肠的最多了。医师提醒，胃痛上好是看医生，找出病因，提早治疗。另外3顿来规律7分饱就好啊。生活正常，咖啡、茶啊，还有酒，莫啉伤济，才会当顾胃顾健康。